支持香港經濟。其實香港周末好多地方都可以好平，唔使花費個翻上深圳嘅車費，又要排隊又要剩。譬如嚟緊嘅一個星光大道1年9日呢個美食展有龍舟睇。沙田博物館有呢個漫畫展覽，有李小龍。假日好去處，貓之房優惠，香港貓咖啡。旺角上海街618商場懷舊展覽。九龍城寨九龍公園九龍城寨展覽。山頂凌霄閣細看香港微藝術模型展覽。支持香港消費。